脚，踏日人人有讲，咱另外一脚踏伫校园读册，暗时搁爱工课，一手无用炒肉色，唱歌便当又唱导游，一手写的功课，搁有唱版青春的歌，属迄时。流畅台语，唱着饶舌，阿基在音乐这条路上已经坚持20年，相当不容易。但他家的生意更不简单，是台南一间传承4代的肉燥饭老店。每次开门营业，还不到吃饭时间，门口就已经有顾客排队等候，好吃到连总统赖清德也来捧场过。立委林俊宪更是来拍片推荐他们家的料理。领导肉色，敢若看这色味就足水，那种在地实在。在地实在。看到那个林俊宪立法委员的那个什么，现在台南那个节目有介绍，然后我就喜欢，看到之后就很有兴趣，因为你本身就爱吃肉燥饭。对。那你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他们家的口味香，他们家口味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蛮符合我的口味的。对。可以的话，肉燥还可以再多一点，谢谢。肉燥可以再多一点，那鱼头蛮好吃的，鱼头很好吃。对啊。猪肉切成长条4方，下锅中火翻炒，将多余的油脂逼出，接着放进冰糖、红葱酥、酱油，继续翻炒，等上色后关小火慢炖。随着时间过去，最后变成咸香滋味、入口即化的肉燥。阿基说，做料理不是一种死板的才艺，当中的变化有很多，其实跟音乐创作有着相通的道理。料理甲创作组成的原因，就是因为料理伊其实毋是一个死板的栽家啦吼。因为简单来讲，今仔伊毋若是肉色，若是甲即个肉甲落去卤嘛变红烧肉，吼，若落去控哦落去白卤，就是变成一种卤味的一种。嘿，我感觉这就是一种技术但是成果你所创作出来的成果会较无共。这亲像一粒高丽菜放伫桌仔顶，你就开始要安怎料理。你会想讲，今仔这会当掺一寡啥物物件？蒜头、姜丝，还是会当敢若会当摕来做泡菜？这就是你的创作过程。你产生出来的成果，这亲像你所写歌写了，录歌录了，你伫台仔顶演唱的歌，这就是你的成果。从阿祖那辈创业起，这道肉燥扛起了林家4代人的生计。除了美味关键，另一个让顾客离不开的理由，就是这里有着浓浓的人情味。为什么一直都吃这些肉？它好吃又便宜啊。好吃又便宜。对啊，老板又很好。它的肉燥很道地，要用猪皮，然后用冰糖下去熬。小罐子啊。烤皮安啊。烤皮好小。那烤皮从南而热，那我买起来。好食的蜜罐其实就是阮爸爸这种行动的扛棒，行出行入的扛棒因为阮爸对人客足好，阮爸咧招好啦毋过除了招好以外，算数嘛是做伊家己的一个算法，伊的算法是不是一般人学的来的亲像迄个无条件舍去法各位林家公式这就是阮爸爸这个林金美的一个典型啦。阿基也说，肉燥其实就像3杯料理一样，一定要有3项最基本的材料，那就是红葱酥、酱油及冰糖。而林家特别选用雪甲的红葱酥以及麻豆酿造的酱油，因为如此才能做出最有台南味的肉燥。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